3万块，我们要改名来报名。阿雄，啊！我也毋是讲袂当讲，去我听着啊！这下要安怎？会去换掉无？我会去换掉无？请问台湾头一个最省力的用的载人的电梯，伊这个建筑物伊是啥物咧？这就用台湾第一个载人的电梯对载人的电梯，是省力上利用的哦。行李，商用。北嘛算行李嘛不。过圆山饭店足奇怪，嘛是拢生咱会理啊。这名这清楚着，敢会是啥物意思？好，咱来投票，我是感觉是，变化我是感觉是便宜。便宜吗？便宜啊，恁的，一个感觉圆山饭店恁的，我感觉是圆山饭两店个，because 伊写商用商用的哦，百货公司嘛上便用的。 ，Oh my 因为 god！较早百货公司较无可能，较早无遐悬的百货公司啦，较早拢百货行。哦。嘿，所以应该毋是 A。那呢好啦，决定啊。啊，什么 C ？C。圆山饭店，今天吗？卡电哦，打电。卡电哦，好，选这里哦。好啦，好，咱来看者圆山饭店对唔对？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好笑。别人还有机会，一万块牛郎。来，机会来啊！百货公司好啊。百货公司，第一点，较早他百货公司无法管健啊。保便宜嘛是爱收钱。系啊，无健保。对啊，便宜好啊啦。便宜，伊便宜你便宜层爱电梯啊，无你要哪杀？我是讲个百货公司啊，我嘛讲百货公司，较便宜无遐大间。好来，决定啊！哎，快点下。我若讲唔对就阴对啊。对啊，百货公司好啦。百货公司，卡定。决定。好，咱来看百货公司对唔对？咱拄啊无紧的拢对。哎，恭喜得到1万块咯！哇！这个像咱是伫百货公司，咱台南有一间足有名的，而且佮开始营业的，迄间叫做啥物？林百货，所以是5层楼啊。啊，像阮细汉伫高雄，阮拢定定去大统百货公司，所以这是较新调的物件，啊，所以坐起会当看足侪物件吼。啊，过来就是因为台南迄个所在真丰富吼，真好耍，所以伊遐有一个地名叫沙卡里巴。沙卡里巴就是足闹热的所在，啊，都拢差不多伫迄口呀。